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秋冬天便啊到流行性感冒结交话，咱真侪在中年以上的观众朋友，互相中间都会提醒，讲流行性感冒预防针爱做啦。毋则今日咱来开讲，开讲俗语话内底有一句讲顾身体，毋是顾家伙。咱知影讲，真侪已经做甲公做甲祖啊。身体无介注重，敢若想讲吼，家伙加放挂，讲一句话插你的心肝啦。到落尾吼，拢迄落红婴啊，还佫袂晓叫，袂晓叫阿公，袂晓叫阿祖的，伫咧享受，伫咧开用。你家己的身体若拍歹，无人替你烦恼，嘛无人替你烦恼呢。毋则讲万贯的家财，毋值得健康的身体。即句俗语话，有人讲上介土的，讲巧的顾身体，啊若无遐巧的，则伫咧顾家伙。这介要紧哦，咱家己的身体，咱家己爱注重。尤其目前政府对中老年人有真侪健康的政策，咱唔通去走闪去。流行性感冒预防针，该做就爱做，健康检查免费的，该爱做咱就爱做。过来，国情就你开讲第二句的俗语话，讲哦，这一声唔知，百声无代。你讲国情啊，我知，这在咧讲做人做事，甲身体有啥牵连？你甲我听。因为庄头有当着要分两派立场无共，互相咧冤家的时阵，有一种人伊拢顶点点，伊唔敢得失人，伊想讲吼，我一声唔知，百声无代，就无我的代志。这若过去的时代，无非是讲难免，不过即卖的时代无共款，这种态度互袂恶恼的，因为两派咧对立。代志绝对有一边对，无迄个上头对的。咱着爱徛伫代志正确迄边面表明立场，唔通拢顶点点，到落尾人会甲你笑讲你都无担当啊！这是做人的真理哦。啊，毋过对身体咧，嘛有真侪遮的时代，遮的大兄大姐，一声唔知当作百声无代。煞唔知影讲吼，即阵啊讲话小可会轻，行路较无元气。身躯边的人甲你讲国情啊，你若雄雄省遮济，健康检查都爱做哦。你即么甲因？甲因讲哦，我的身体我家己知啦，免烦恼啦，无问题啦。国情啊，我看你行路会喘哦，你爱斟酌去互医生看。无啦，你免替我操烦，我家己的身体我上了解啦。一声唔知，到尾啊，你百条的代志拢总来，因为有当着啊检查落去，医师会甲你讲，讲你若两早半冬来，毋着足好。这就是咧俗语话，现代当作讲健康方面，国情无共款的应用要甲你提醒，唔通讲身体放外，你要当作百声无代，身体互你袂白擦的，互你袂骗的，咱都爱量早检查，量早发觉。唔则过来，咱要讲一句民间流传真久的话语，讲人袂当挂无事代，这样样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你着爱心肝放互清，免啊才有法度清心。就是讲对身体一定爱加强敏感，提高警戒。别项咱莫讲，干那你的身体顾会好，你毋才有法度真正久长生活了会清心。你讲看有影无？